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，伫咧台南有传出安南区一间私立幼稚园的老师是长期会甲囡仔拍，也是塞囡仔的头顶，行为真粗鲁。教育局调查落去，发现讲，这个老师伫一个月内不当管教行为就53件，尚无10个囡仔受害。目前，这个老师是罚40万，而且一世人袂当去做老师。90来的老师参学生欢喜咧活动，不过伫台南安南区的私立幼儿园，煞壁处有老师靠着囡仔互家长检举，一个35岁姓刘的老师对囡仔的无到6岁囡仔塞额头、扣搁甲拍，也搁硬钱物件叫伊食，这种苦毒的行为超过53件，有10外囡仔受害。老师还可以啦，觉得还可以。嘿啊，因为讲较坦白的人拢会做表面啊，不然太知啦。我小班要好好的建立他们的一些秩序啊，或者是比如说排队啊，然后老师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粗大的一些动作，就是比较大一点的一些行为。影片上看来，他们委员就是会判定次数。苦毒囡仔事件发生伫去年9月，教育局接到通报去调监视器。这个姓刘的老师有5年的经验，发生代志了后，当场互人死透露，嘛要互人罚40万，兼一世人袂当做老师。当时姓陈的助理员嘛离职，互人罚6万块，连园方负责任嘛连带有责任。教育局落尾嘛甲这2个老师公告出来。学校这边后续也是会有安排一些课程，有关于这方面辅导的课程。会给老师多这一个方面的提供进修。希望所有在幼儿园服务的负责人或教保服务人员，皆应以正向管教的态度，友善对待每一位幼儿。教育局统计113年、114年这2年，拢总裁罚11个行为人。幼儿园本正是囡仔的安全场所，这款粗残的对待，囡仔甲家长真惊吓。教育局强调，教育场所绝对无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。记者楚在南采访报道。